预防袂当无理，感谢全国的医护人员，感谢每一位为着大家健康甲平安牺牲奉献的防疫的战士。另外，还有一群人嘛，互大家真肯定，就是疫情指挥中心逐天开记者会，徛伫阿中部长的后壁，用手语咧翻译的人员。尤其是3月初迄场记者会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用英语来问问题，手语的翻译员李金辉同款是即时同步来手译，超水准的表现，将做全场的焦点。若讲到这位手语翻译员李金辉，无简单，伊是同业眼中的国宝，一路为建中台大法律系读到硕士，但是为什么无做律师、无做法官，甘愿行一条孤单的路呢？采访小组深入追踪过来，发现李金辉带领一团14个人的手语翻译的团队。除了伫疫情记者会服务之外，嘛亲入国小，将做听障的囡仔学习的桥梁。手语翻译员感动人的故事，做伙来看。大家好，我是手语翻译李尊辉。我的手语名字是秋，翘小拇指代表是女生。小时候，爸妈看我这样脏兮兮的，像猫咪一样，所以就叫帮我取做天猫。我是手语翻译员肖匡宇，框框里面的一只鱼。我们现在有多出面团，让你在你心中台湾加油！这是中华民国听障人协会。Hello。相当是李金辉第2个。现在手语课都停掉，那什么时候要重新开课啊？可能要到6月1号。6月1号之后还是6月1号？6月1号之后。无到1点钟的时间，李金辉佮赶往下一个行程。今天算是比较轻松的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这平常有多少行程？一天？平常哦，比如最忙的时候，事实上，比如说立法院结束了，然后晚上还有新竹的课。在家认识妈，他那个妈永远要分开来，合在一起打，很难哎。但不难，我怎么在这里赚钱？手语翻译是李金辉一生的志业，伊嘛将这个热情分享给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学生。他说武汉包机来回3趟，他会打那个武汉这个点。大概学生认真吸收新知，因为因知影李金辉超过30年的实践经验，无人会当改变。Why has Taiwan been so successful at controlling the spread of the virus? 2020年3月12日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，徛伫后面的李金辉无时差即时反应，一幕互网友大大称赞。小朋友，我觉得跟一般的观众其实没什么两样，觉得很好笑，然后觉得说，爸爸你要不要成立一个粉专，然后我可以当你的小编。他是用很娱乐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会跟着瞎起哄，就说卖脑啊，我觉得所有的恭维我都放一边了，因为他不该当如此。好，就正常的翻译程序应该是现场要配置专业的口译人员，就是把英文翻成中文，我们只负责翻成中文那一段。粉丝送上 Q 版的卡片，对阿中部长背后的手语新翻译表示敬意。对李金辉来讲，疫情记者会开始是生涯上大的挑战。这一次的机关署的记者会上头，有太多的这一种专有的医学名词，忽然间出来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应付，就是你不懂，你即便懂了，你也没有办法一时半刻马上处理掉。李金辉一路对建中读到台大法律系，也阁摕到硕士学位。真侪人想要问李金辉为什么无要做律师、法官，甘愿伫台顶扮演配角？原来是高中加入手语社团，有一届甲启聪学校的朋友出去佚佗的经历，互伊伫人生的12路口做出无同的选择。
我后来会从事这个行业，或者是说长时间一直在听障团体，跟那一段经历很有关系啦。就是说我是一个穿着建中制服、背着建中书包的小孩子，可是全车的人看你的角色是觉得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像还好可惜哦。有的会觉得说，有的会直接讲说啊，好卡好就那变那搞，那就他是有心或无心的对听障族群有一个不良的对待。1996年，台北市社会局头一次开出手语翻译工作会，硕士毕业的李金辉正做公部门第一位手语翻译员。然后离开市府，自由接案。行政院政见发表会拢看到伊的身影，嘛因为伊的翻译的能力强，李金辉带领一个14个人的团队，专门服务听力障碍朋友。我今天有遇到几个那个手语不懂，手语很尴尬哟。对啊，好好笑。手语员邱祥良一等来到厝，马上找爸爸求助。陈部长他就说什么那个小孩子啊，他就是很聪明啊，故意那个法律漏洞，他就说唔惊死呀，然后什么不识相，我比那个待到底那欧北来，对啊，不太适合哈。原来邱祥良的父母拢是听力障碍，自细汉手语就是伊的母语，但是艰难的专业用语，甲当时起步原理也是真袂少考。列支敦斯登很少遇到过哈 ，LA4， 然后以这个手型 LA4， 像你看我们在疾管署上的翻译是同步的，就等于说，比如说阿中部长他现在叭叭叭叭叭讲，我就所以叫叭叭叭叭出来，对，所以这个过程是要经过训练的，纵使是母语的话，还是要上这些训练课程。爸仔两个要求完美，也会做伙看疫情记者会登报。邱爸爸的亲朋好友嘛有传信息，称赞邱祥良优秀的表现。像国外他们都有手语翻译，他们的解释跟我们台湾的不一样。那我们有台湾自己的手语翻译的话，才能知道说台湾的状况是怎样。那女儿做这个服务对我来讲是很开心、很光荣的事。过程当中，我可以感受到说，我们听障朋友他们有享受到知的权利、资讯平权。手语翻译员是听力障碍朋友的呼吁，嘛是因甲真实世界交流。目前全台有12万的听障者，可是只有将近500个手语员。依照国际标准，每一位手语员要服务700位听障者，估计来算，全台依然有700个手语员的缺口。哎，你好，我要到疾管署。像一对大目睭的邱安，投身手语工作已经10年。记忆上深的就是担任台北市1999手语视讯服务员的时，曾经在深夜接到一通视讯求助电话。突然视讯了一个聋人，然后他就感觉就是在画面上感觉是身体很不舒服，我们也有点吓到，然后马上紧急的帮他拨打119，然后帮他叫救护车，顺利把他送往医院。Hello， 大哥，不好意思，帮我开个门，谢谢。在这个团队当中，有手语员无伫个防疫前线。一天，小空武所陪伴的是听障学童，8回游客。温柔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温柔是什么？很生气吗？会生气，是吗？很凶吗？很凶吗？当然会觉得说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在那个场合上面去接受那样的挑战，然后试着把内容完整的传给听障朋友，我觉得很棒。但是这里也很重要。然后我觉得我们的很多伙伴也都在第一现场服务。亲像感觉资源不足，小空武长期把时间奉献到教育，协助辅导老师甲听障学生的教育课程。11年前了，对，但当时我第一个服务的小朋友在美劳课上面，他有个主题叫做“我的好朋友”，然后呢，他就画了一个人，那个人竟然是我，就他觉得我是他的好朋友。那时候对我来说，我很感动。其实，但是我也有点感伤，因为像一个7、8岁的孩子，然后在校园里面，照道理说他的好朋友应该就是他身边的同学，可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整个会院刚刚。每礼拜2、每礼拜5，立法院议会是这个手语团体真少会当相拄的时间。老师，刚刚那个后备军人，我不知道对不对，可是如果打军退他们这样呢？
就当兵退的这些人。可以啊。这样对，那指挥官和指挥中心你会，因为我看像我记得上次也有这个，也有这个，这都对。这成员替编辑拄着问题，甲李金辉寻求协助，利用这难得的机会，采访团队嘛出考题，测试这场手摇员的功力。赛欧司马焉知非福。不会乱比，那个意思比较难统一。老师的比是，比如说你就塞翁失马是说你个东西掉了，就吃亏嘛，其实不一定。我不晓得会好坏不一定。也对啊，差不多啊。我不晓得就失去，我也不晓得，他幸好不就有福气嘛，也不知道。那你呢？框，我刚刚比什么？现在吃亏没关系，下次不一定，就是会有一个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措施呢。手语单字只有6000多个，要解说日常中文的名词，拄着新的字类出现，都要靠个人的功力。手摇员嘛，都爱随时精进，才会当对着时事发展。为听力障碍者提出新知，若是这拢是伫新闻画面正面会讲，小圆圈内面无显目的角色。这场疫情，互外界看到因的辛苦、甲专业，嘛加做2020的战中不可欠缺的抗疫的英雄。打败疫情，台湾加油！